陽明交通大學43歲姓林的教授，頂禮拜二舉刀啊，闖入新德市三民路一間音樂教室，殺死48歲東門。這姓林的嫌犯今仔日早起10點對病院介護出院，隨後移送新德地檢署偵辦。檢方問訊了後，是已經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。本土偵辦林姓被告違反家庭暴力之殺人案件，被告今日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認其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項、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家庭暴力殺人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認其涉犯重罪有逃亡及構算證人之虞，依法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。在畫面當中，咱會當看到牽涉他人姓林的嫌犯坐輪椅戴安全帽掛喙罨，佇咧警方的介護之下出院，隨即互警方移送新德地檢署。檢察官複訊了後，是甲法院申請羈押禁見，目前正在等待法院召開羈押令。